起朱海军。哈哈哈哈！高山峰，你面目嘅啊？冇唔错，今晡日就係高山峰的出任務咯。海军，芒太，我等你很久了哎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山峰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约在这里见面呢？台南其实很大，我们也可以约在台南高铁站嘛。我要学东西啊，我的节目叫做任务课。那既然你来上我的节目，我就是有任务要委托你啊，对不对？哦。任務下個任務學下吧。来，老夫子好。哎，你好，他专门出观察的高山峰吧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有参加3只小虫的演出哦。客台的这个戏剧我有演出。他打电话跟我讲，他完全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我不相信你不会说哎。我真的。我今天可以1秒钟的教会你啊。真的吗？你信不信？1秒钟学得会客家不要话？把话讲那么满，1秒钟。哎，1秒钟。我演从1分钟。不用。我看客家话哈，有2个族群最多的就是四线和海陆。哦。我让你1秒钟就学会哦。好。好。你不要给海军看到我怎么教你的。他当裁判了，念看对不对哈？好。看哦，1秒钟哦。好。吸烟。你真的厉害。你再念一遍给他听。吸烟，哈哈，吸烟啊！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？有没有跟阿雷秘诀呢？哦，不要乱讲。再一个。哎，好了，那电线怎么讲？好。你们2个就自己去主持就好啦。哎，天仙吸烟，天仙吸烟。任务成功，耶！那个比较难一点的。没有。好来，一起念。没有用了念快点了。没有用了无。就念快点。 2秒钟。没有用了无。 3秒钟。一个字的。没有录。 2秒钟。哦，你看说。哎，这个没有1秒，这个花了10秒。我就说要长一点，就要5秒钟啊。好，你再念一遍，怎么样？看着。没有录。没有录了。哎，这个难呢，这个算难，这个算难。今天任务怎么？今天任务是怎么？今天任务随便你啊，到底要干嘛？你比手画脚。我比手画脚是不是？对。 哎呀，今日小王子事情上发表了，那个白白绿绿的任务冇好比哦。开始吧。来4个字，好来。美，摸，扶，膝盖。我讲海军啊，唔爱用比慢嘅可能是，这个比下去哦，就团副车只数讲好嘅啦。我看哦，喊你家家讲答案啦。对了。八八溜溜，跟今天任务有关吗？这就是要准备准备来应付了。八八溜溜，好来了。哦。今日任務只有一個，就係滑滑溜溜。為咗配合高山峰好爸爸嘅身份，今日嘅任務都係老家庭有關係咯，老康健有關係咯。首先，人哋第一站就會來到台南市區，目標就係審查油啦。Oh my god！ 这是台南市区耶。是台南市区没错。我以为是台南乡下。啊？我以为是那种老公房。 老阿公、老阿嬷，地上油脏的。你看高山峰的思想，对做油的还停留在那么古老，审查油。马干有都审查油呢？神等级的吗？还是拿来奉献给神的呢？那马上带高山峰，一来一看那是干头噶就敌了 ，Go！ 哇！芒特，有没有看到我来自神一般的皇宫？你不觉得这很像是那个饭店吗？买个油而已，怎么感？买个油而已，怎么感觉好像很豪华？对呀。好像走进精品店。你应该穿礼服，我相信。真的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告诉我这里卖油的话，我真的不晓得后面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感觉好像那个软黄金一样。你看，它上面写着神哦。等一下，你们看到的东西跟我看到的绝对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的眼睛天爱软。阴阳眼，不是人。你就米拜弄完嘞，偷金
摸狗的。然后呢，他徐老师真的太爱拖机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啊？厉害就这样了，扛就会扛。他坐在这边可能2个小时了。全部空箱你了，要不然你，做该个董事长他。启运他欣赏。生产油专家齐云泰，科技公司董事长，在行投入卖油嘅行列，就係為到生產全台灣最好嘅油。佢一貫嘅業務係乜嘅呢？合作生茶油，還有呢溫面包室。溫面包師，這是獎勵還是懲罰？這是獎勵。當然係獎勵啊。哦，所以說神茶油溫面包師是很好吃的，是不是？是很營養，對身體很好的，好不好？沒有罰的。有啊，罰的就是神茶油溫高山峰。沒有。我講山峰糕啊，係唔係鐵做紅蟲出外見嘅啊？唔好水包係咪？講法按摩頭啊，一個茶油係唔係滑滑溜溜啊？老人嘅任務嘅名嘅係唔係動雕搭啊？一個起條架係我哋嘅客家西龍，嘅當時就係提假嘅支持下，攞神做油品。韓國也假嘅日子，咪係茶油嘅稱號嘅見證人咯。客家人，不過我唔曉講客家話。按今天講乜嘅啊？因為我嫁去馬來西亞，我家婆係家人就客家人，所以我同佢學客家話。那夫人呢？平常就是來這邊看看這樣子。因為我們夫妻2個都非常養生啊。那我們在這個工廠也會種很多的有機的蔬菜水果，也挖魚池養魚，也養蝦之類的。可是，一用到油的時候啊，如果不好的油，我認為它在暴殄我的天物啊，我的整個菜肴就被破壞掉了。對，所以我們在想，我們一定要找很好的油去找一下，然後去各個廠去看，發現那種製作工序是不被認同的，不被認同，所以一開始也是真的很辛苦。因為我是說，我們都退休了啦，最好就是清閒過日子。他就說他想要做一些福國利民的事情。哇！那我說這怎麼解釋？他就說，如果大家都吃很好的油，身體健康，那健保局不要給付這麼多，然後不會倒，這是造福國家又對老百姓有利的事。後來我發現做這個油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會走出去。他會到處爬山啊、涉水啊，然後會親自去，甚至於土質他都會拿回來檢驗啊。那我覺得順便去玩，順便可以看到風景。他當年考大學的時候，他就是狀元榜首，就是第1，所以他在這個電子業的時候，他當時在中國大陸那邊的銷售算是第1。那現在他說轉過來做油，他是希望作為大家的表率，說這要做真正人應該吃的油。講緊我自家的故事哦，3年前呢，我手揾小水啊痛到，然後當時過了5個小時，將送去醫院。那昏迷1個禮拜，醫生就講我係20%嘅3度痛手，所以我3日呢就痛了6、7小時，2次嘅清創。我老妹講，你家己做嚟啊！先我老公做嘅油牛卡做嘅油啊，我都起床嘅時候咧，我係坐喺拐杖，我行路10分艱難。我2個月以後，我嘅美食完全不一樣的。日子講啊，唔單是茶油，還用茶油高低促送嘅味素，又濕又高，天天呢就恢復嘅空間，有嘅親人嘅親身見證，更加本起條家對客家人嘅茶油更加有信心，全心落實推廣茶油，對種茶樹到講茶油，還有種油嘅紅嘅設計，都用嘅貴重嘅時間研究哦。我們的工法和一般的所謂的傳統的茶油製作方法最大的不同點，就在於我們的工法會把脫殼後茶籽裡面的發霉的都要挑選掉。可是機器挑呢，也不能挑得很完全，那我們就會在榨之前還經過人工再揀選一次，因為我們不允許有一粒的發霉的籽，我們還要經過瞬間滅菌的過濾過的水去水洗。水洗完之後，還要經過太陽的曝曬，因為太陽的曝曬是非常重要的。
不仅它的活性会被激发出来，紫外线也会灭杀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细菌。最后一道在拣选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到这个机器去压榨。那这个机器是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跟德国人共同研究，然后去把这个机器做出来。这种榨法叫做冷料冷压。冷料冷压。传统的做法，它的茶籽要经过高温烘焙、蒸煮，然后制成茶饼。那这个完全不是这样的动作，完完整整的保留我们这个茶籽的所有的活性营养。达普公司都係持條家對油品嘅堅持。我講高山峰啊，勞動我哋嘅節目就係採一下冷氣，燙一下骨，按簡單希望，我是冇辦法本按強鬆我。达董，我们第一个过程是什么？脱壳。徐老师，茶之后大同。明明脱壳2个字，你为什么现在讲那么多？等一下，徐老师，你不要脱序。再过来就是去霉，去霉就是把发霉的籽挑掉。好，上古嘅脱壳，就上古嘅就发霉的吧？山菇哎，脱壳把它挑掉。我知道这个动作叫做醒油，对，是油也要醒啊，所以这个油反而跟那个新鲜的生啤酒一样，越新鲜越好纯生越好，越好，是不是？越起越好啊！我觉得光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耗上半个小时哎。我觉得这好美哦，嗰種嘢形狀嘅呢藝術品咁樣啊。再过来就是去霉，去霉就是把发霉的籽挑掉。好，上古嘅脱殼，就上古嘅就发霉的吧？山菇哎，脱殼把它挑掉。张讲的2句，高山峰就头分路边的哦，也都是莫怪小王子哦。佢係當認真啲搞好，要啲客家話就會做唔得吃飯的啦。今來看看啦，佢比愛好呢條客家話。茶油，茶油，對，輕鹽油，好。番瓜鹽，南瓜客家話講番瓜。哦，番邦来的瓜，番瓜番瓜鹽啊，鹽就是人嘛，对不对？對。哦，其實是有邏輯的啦。又來了，菜籽油，菜籽油，菜籽油，怪喜鹽油啊，應該是紫蘇籽油啦，對，少一個籽哦，對，哦，好，馬上被抓包了哈。怪喜鹽油，怪喜鹽油，怪喜鹽油，過來核桃油啊，核桃油，那個果子裡面的那核啊，果核，核桃油，核桃油，但是怎麼樣？这一句里面呢，我们只需要学到茶油就可以了。茶油，茶油。那如果是神茶油怎么讲？好，客家话这就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讲？来，神茶油怎老板么讲？先教你看。你在做神茶油，你给我会讲。有。怎么讲？圣茶油。圣茶油。你看。哦。老板不教也会。茶油。它是我们台南东方的橄榄油。东方橄榄油。茶油比橄榄油更好。茶油又比橄榄油更好。对。哇，那以后橄榄油改。东方茶不是西方茶油。西方茶油应该要这样做。好的油应该都可以做到生饮。直接这样喝哦。对，它甚至于比所有你喝过的饮料都好喝。是假的。高山峰夢兒湖也係正經的啦，等下就管吃點看啦。還有全台灣漂皮切對毛嘅生茶油拿鐵哦。不過啲嘅臨之前啊，我先來了解下製作嘅過程。熱氣之前，我揾好強烈嘅sản婦，就會污染到啱好嘅茶油啦。哇！一條阿姨當全新嘅啲嘅套油茶籽，我攞上古嘅套出來。唔過話講出來嗬，一條油茶籽上到係像黑鹽哦。有沒有？
有温度的，粉中配有温度的哦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妈妈。妈的，你看，这就像是你帮儿子把屎把尿一样。是不是好有亲切感的动作？喂，在干什么？这几台机器啊，要价不菲耶。那个机器哦，是我们跟德国一间工厂帮我们一起研发出来的这个榨油机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放下去吗？对，放下去，我们的员工每天就这样子倒下去，然后来榨油。然后现在压出来的油，它上面还有一些杂质嘛，然后还有经过这个滤网，然后呢会沉淀到下面去的，就是对，那个纯天然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了。来了，黏膜哈，它的黏膜泡好吧？把要查字啊，这底度沾水，沾水，沾水，底度叫酱油，酱油，沾水，酱油。酱油。你做嘛跟木搞伊来蒸煮啊？哦，呀，头摆呢，他家做油的时间哦，有现在整锅整熟了。以前的它这个蒸煮呢，是以前那种古老的方法。那他们家这个神茶油啊，不遵循古法，创新。哎，这边最主要就是冷，一个字冷。它只是为了要把最高的营养成分继续保留在这满满的桐油。应该是说，如果你的温度过高的时候，那很有可能会失去一些它们本身原物料的营养。它这个茶粕有很好的作用哦。啊，这有什么作用？这是姜水之后的渣，对，渣。透过机器变得像是这个小棒棒一样。我们公司会再把这些一条一条的拿来碾成粉，变成苦茶粕粉。你可以洗碗、洗锅子、水果，甚至以前我们客家庄的种茶也是一样，茶榨出油以后，剩下的那个茶渣，就把它弄成为团一团的，就是茶糊。就是好多我讲的得抠，或者茶糊，那可以洗头发、洗衣服、洗碗，什么都可以。正件係一系列都冇打上，充分發揮按客家人活清其用嘅最高原則啦。看各位製作工廠，未來天數套油茶籽，撒下來就可以福利時間，我犧牲生茶油了。唔過啊，首先我先糖水，當做的品嘗到茶油千年時嘅風味。哎呦，起泡的吗？它的色泽、它的泡泡，好的油才可以呈现这样的效果。就像好的蜂蜜的道理一样，它上面那一层泡泡，然后它泡泡是很慢的上去，而且很慢才放掉。对啊，好漂亮哦。喊姜哦，是什么？很漂亮。姜哦，它的色泽金黄色是它果实本来的颜色。金黄色，金黄色，现在用鼻子闻了，鼻孔闻。老板，我有点很好奇的，那秋你讲，酒有它的年份，对，那油配面也有它的年份。油它跟它会坏掉。油它跟酒就不一样了，油要讲究它的新鲜度。哦，啊，我知道这个动作叫做醒油。对，是不是？油也要醒啊。我们用手的温度，然后让有的那个香气会自然出来。像油哦。没有。所以这个油反而跟那个新鲜的生啤酒一样，越新鲜越好，纯生越好，是不是？越起越好啊！要拌出茶油嘅好法，很簡單嘅方式，就係油看下嘅，左片嘅泡較油，咩上氣嘅較慢，就表示伊嘅品質較好哦。我覺得光是這樣，我們就可以耗上半個小時我覺得這好美哦，嗰種啲形狀嘅啲藝術品嚟用嚟。頭到市頭嘅廣告，好嘅茶油做得出隻啉，一下就來啉看下先。高山風唔清香酥哦，滑滑溜溜，滑滑溜溜。对，很難去形容這樣子，因為我覺得很特別到我會一直沉浸在油香味裡面。我覺得蠻好喝的哎，就是那個油香在這個嘴巴裡面，然後擴散。茶油唔單槍可以直接啉，嘛做得像橄欖油香用，平日蒜頭米、辣椒嘅老油絲，溫麵包式咯。所以真的是東方橄欖油哎。太高級了。事實上，
橄榄油是西方的茶油。应该说，茶油无论在营养价值、在烟点，还有它的像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橄榄油的2倍。对我们中国人这种爆炒习惯的民族来说，茶油无疑是更好的。茶油耐高温，稳定性高，真正是深黑色、颜绿色嘅油哦。除咗直接啉做温醬以外，饲條家還發明咧老牛奶加熱茶油，打造生茶油latte。啊，咩哦喲，你是真正鬼吊膽呢！任務下，下個任務好吧！炒火温，温就是拿着温战做凉盘，做凉盘，做凉盘，冷盘，做凉盘，做蓝盘，哎对，做凉说盘，的很标准。平时还可以漱口，桶追，桶追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都背起来了。真的吗？好，来看看。好，来第一个，炸嘛，炒火温，炒火温，炒火温，还可以做蓝盘，做凉盘，还可以凉拌哦，还有呢，冷盘。然后呢，早上起床呢，这个燕窝漱口已经过时了，对，又不环保，不环保，对，会被抓。但是你可以拿这个制作的很精良的油啊，生茶油，来桶追，呀，好，谢谢。真嘅很聰明咯，高山峰，一下就學會耶，撒下來就連金錢學嘅我叫下念書哦。好，任務下，下個任務好，好吧。不靠了，第一个就好。来，这个怎么样？茶油。再来呢？沾水。沾水。这个呢？酱油。酱油。来，这个呢？炒。火。温。做凉盘。做凉盘，你干嘛先讲答案？哎呀，这样子考你就是，这样太过分了哈。做凉盘。那这个桶追。好。七星上说俚语。琉璃撞锅唔釀油。琉璃撞锅唔釀油。因为琉璃本来就滑滑的，对，所以就沾不上。意思讲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一个聪明人呢，你不能随便左右他，你想随便的把它涂上去，左右他要他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不行，他是聪明人，他不会这样子。所以来，我们再来讲，琉璃撞锅唔釀油。OK， 鐵管強鬆過關，下一隻同滑滑溜溜有關的有係乜嘅呢？大家來看看那是。優格。對。果漿都是滑滑溜溜的東西耶。但是我覺得奇怪，為什麼種玫瑰的一定都是雙人？玫瑰像你們一樣，而且2個是甜甜蜜蜜。我跟他沒有。看起來。我長得有這麼像 NONO 嗎？是什麼東西？你剛剛不是在鬥蛇嗎？優格，對，果漿都是滑滑溜溜的東西耶。其實它這些可以，把它列入為那個任務課語考進去嘛，對不對？好，我會。優格果漿。徐老師。他為什麼每次都先在裡面呢？你是來踩點就對了。做乜來，做乜明白咯？阿邊個連人一條實在然哦，有機啊，有好料啊哦，一集啊都唔會講嘅啦。天意國嘅專家馬修，台灣當有名嘅酸奶嘅研發人，後面轉到家鄉製造品牌，還結合台灣各地嘅有機特產，做下出特殊風味嘅優格哦。滑滑溜溜，
八八溜溜，八八溜溜，八八溜溜，就是将你原本自己创出来的原味的优格，那有些人可能比较不好入口，对，所以就找了这些水果达人，是这些不怕死的好汉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说不怕死的好汉呢？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啊，因为气候啊又不加农药，所以它气候变迁，对有机通常一路刚起步的时候是最辛苦的。对，很好讲。这个柠檬达人，我们等一下给哦。鲁正神心商，不是你介绍过他是不是？对啊，去采访过他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果农？它的柠檬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皮很薄，那味道很浓郁，泡在水里面1天都不会有苦味。哦，很特别的。所以有这么优秀的农夫跟马修合作就对了。接着我们后面这些我们都陆陆续续还会再去采访。真的？对，草莓达人。赖绍兴先，他其实也是客家人，那他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他那个地方的话不是在街上，他是在马拉邦山脚下。马拉邦？马拉邦山脉的山脚下。对。然后那个地方的话，就四面都是环山，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源。是。然后它那个灌溉的水渠是从马拉邦山脉下来的，上游都没有一个人住，所以那个非常干净。然后再加上它坚持不用除草剂。那夏天的时候没有草莓的时候，它整个土地是扬起来的，所以它没有种任何的东西让它休息。而且更重要是说，它的草莓的那个苗是自己育种的，不是用去买的，自己育种。这个难度很高吗？很高很高。哇，我觉得以后海军出任务应该也都会跟他们连接上关系耶。希望可以。我们跟他们当好朋友，一个一个电话都报上来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种玫瑰的一定都是双人？哦，玫瑰像你们一样，而且2个是甜甜蜜蜜。我跟他没有。看起来。我长得有这么像 NONO 吗？喂，冇礼貌！我老公是那边忙腾啊，演到100匹好冇？天一关的任务就是要来学同顺能有关的合法哦。好了，又到嘞，任务法，下个任务各合法。听到没？牛嫩，牛嫩，酸嫩，酸嫩，包装，食猪，吃鸭，吃猪吃鸭，不是吃鸭子，吃猪吃鸭，吃鸭，子羊，子羊，滋养啊，哦，卖手法，酸内子，哇，厉害，好厉害啊！来宾有通过吗？有啊。做起来学好多。对啊。我还以为你会讲客家话哎。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听说你的副手对是道道地地的高雄美农人。是啊。真的吗？今天有来吗？有来上班吗？有。来，米农乡亲啊！哎呀，米农的乡亲朋友啦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贵贤，来自高雄美农业，跟朱小姐呢空调，谢谢。那米农号青年才啦哈，就是他来介绍那个海军来这边马修严选的。本身俺们农家自己啦，特别咁嘛做水产加工出身咧。你有冇体当工咯？我3万嘅錢就係當空啊！一開條本啦，也當空啊。係啊，所以大家喺台灣大家可以種，但是唔會買，唔會行銷，不會行銷。然後透過我哋調價，2萬個3萬，建立一個平台，希望幫助農業，跟好嘅東西，大家分享，大家識到，健康，所以講在台灣，是台灣的一份子的話，希望盡一份心意這樣子，大概是。然後愛台灣啊，愛台灣的代表。好了，好聽客家話，高山風日嘅福利要來嘞，大家早就準備好啲等你啦，試食時間到了。一個東西我都酸嫩。进来的流程基本上我们会先提供给你一杯柠檬水，那主要是让您漱漱口，
哦，要先用这个柠檬水先漱口，漱口，让你忘掉前面的味道。好，前面桶水，让你忘掉之前的烦恼。那就是忘情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优格因为比较特别，我们的优格因为刚刚讲说它是无糖的，而且是没有添加纯鲜奶做，所以呢，它里面的口感就比较细致跟滑润。不过它初期可能如果不习惯的人，刚开始可能会担心有点太酸。我现在就是有点担心。但是实际上的话，你慢慢的品尝的时候，它比较不会。我吃看，我吃看。它像豆腐脑。有吗？哦，原味优格，原味酸柠。酸柠，我觉得它去除掉那个酸味的感觉，其实是很清爽的感觉。是，我们优格也是很注重它清爽。它就是因为很清淡，所以它可以搭配各式各样有机的植物果浆。对，果浆。那我们先这个季节的话，我们先推出桑葚。这个桑葚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的果肉比较大，它叫做大果桑。它是有机的大果桑，那你可以把它淋在上面去，就这样子直接淋在上面，淋在上面去，然后一起吃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整个都不一样。对，太酸的汁，酸的是桑葚，那酸的汁啦，变了讲都变成酸的汁，桑才籽啊。哦，桑叶的果实，桑叶籽。松叶籽啊，松叶籽也是看看。试试看呢。你会发现那个桑葚本身的那个鲜甜的味道，好好吃哦，就不一样了。好好吃哦。这个适合在哪里感受，你知道吗？巴厘岛的 Villa 泳池旁。哇。那整个桑葚的话，因为我们只有麦芽糖跟冰糖下去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按简单，按天然空间嘅东西，高山峰唔係咩清上嘅帶過一本小朋友識啦。我哋要準備是愛唔老愛必須唱出歌詞地度有一條名嘅一歌曲，樣嘅就會有獎品咯。這什麼東西？你剛剛不是在鬥蛇嗎？哎呦喂呀，我個海軍啊，也係唔主持任務後以來，前後社會敗喲。誒，兩邊加油了。兩個人就對老爺的優格帶上幸福考。第一個優格，酸嫩，酸嫩。好，來，你先唱。我是湿的牛仔，在酒吧吃一瓶牛奶。為什麼不喝啤酒？因為啤酒傷身體。很多人。好。因為啤酒傷身體，因為啤酒傷身體。沒有啦，前面啦，因為再上一句，再上一句。我雖然是個牛仔，但是我只喝牛奶。對不對？我也有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真的啊。不能亂唱哦，這快沒電哦。算了，你知道我要亂唱。好，下一題，下一題。紅桶。啊，我搶到了。來。啊，這很簡單哦。嗡嗡嗡嗡嗡嗡，飛到西又飛到東，來匆匆去匆匆。左公心為濃。對，左公心為，哎，他會唱，會唱。這小孩子的歌呢？跟你講，沒有關係啊。那我唱的是什麼？我唱的是什麼？蜜蜂啊，蜂蜜從哪裡來的？不行，你要跟那個有關係的，要有蜜啊、楓糖啊、果醬啊。來，對不對？你要。哪有？你曉得嗎？要不然老師加入。你念了半天，結果你讓我算我過關，對不對？我沒有讓你過關，我要讓他過關。好，你唱唱看。老師來一首。不是熒幕上。我們試下唱。好。甜蜜蜜呀，你笑得甜蜜蜜。可以了，謝謝。怎麼就沒有伴奏了？我看有兩個哦，根本係搞電梯咧，早就唔記得按拿獎品啦。謝先生，拜託節奏較準就會啦。再來。果醬。好。果醬嗎？不會了。男子漢大丈夫，對不對？蒙騰。沒有。我們今天這一關就派出我們的老夫子去了。下去了。徐老師好玩嗎？哦，有公煙。哎呦，怎麼可以啊？
果酱。果酱。好。果酱吗？不会了。没有果哪里会有酱？是千古流传的话。很有名的歌哎。这是什么？果酱。过来，卖笑法。卖笑法。卖笑法。马修，你会不会？玫瑰系列的。预备，开始。玫瑰，玫瑰，我爱你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差不多，继续啊。一句就好。来，客家话。卖笑法，卖笑法。哇，好难哦。怎么样？现在这一段这首歌呢，就是马修跟老夫子平手 ，OK， 然后我跟高山峰退出。而且他刚刚本来是不唱的。对啊。那引来了嘛。这样子啊。对啊。我们就故意表现的不会唱浪。不会啊，他们有从中得到乐趣。另一个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来。好了。好，这题过了。耶！接下来徐老师俚语时间。因為開機輕嬌，超搖嫩色，嬌就是哭啊。哦。会哭的就有奶吃。啊，像小孩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会哭就有糖吃嘛。哭了妈妈就喂他喝。会吵人就有糖吃了。意思就是这样子。来，再过一遍。过来一樣變。輕嬌。超搖嫩色。再做。輕嬌就有顏色。海關衝爽快，大家全部有獎，海關來去了。哇！文创园区是石鼓文创园区，糖厂改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欢迎我们的达人，达人来了，吴秀气，大家好，好，欢迎来到龙。十鼓我发出。十鼓，为什么你也会说客家话啊？哎呀，我不会啊。你是客家人吗？客家人，到处都可以遇到客家人呢。当然啦，全世界都是客家人的天下，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吴小姐，石鼓文创园区，你有什么要介绍给我们大家？有什么好康的吗？石鼓哈，都是打鼓的跟鼓棒啊哈，两个安尼。叠在一起，形成石鼓的石。那个释放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日本团队啦。安尼哦，十方的力量哦。2根鼓棒交叠，是不是？啊，讲到有4百鼓的呢。有啊，起舞馆嘛有。有啊，白团的呢。起舞馆来嘛有10两鼓头讲，大家击鼓祈福。大鼓祈福。大鼓祈福。清明馆来到的石鼓文化村，也为是百年同窗改造的艺文新天地哦。利用的22件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旧仓库，打造变艺文空间。听讲啊，还有一只创下亚洲纪录的游乐设施哦。不过，也老眼人的任务的名诶，滑滑溜溜有乜嘅关系呐？看了。曼特，看到了。哎呦！哦。航圈上第太极哦。哦。今天给我们的考验，该不会叫我们这样爬上去？对，就是。那个，嗨。哇，幸运啊！我先去了哈，我先溜了，有歌迷来看，我先溜了，我先溜了。不可以签名哦，拍照。你给我回来。一个石鼓有很多乜嘅东西呢？该讲的烟囱拱，对头摆哦，在做糖的，用的烟囱拱啊。养虫罐。烟囱拱。烟囱拱。烟囱拱。拱就是一个的长筒了。烟囱拱。嘿。这个到底有多高啊？这样看起来好厉害哦。猜猜看，它大概有几层楼高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有20楼。哦，不止哎。30。再低一点点。 20几楼。对，20几层楼高。 有冇个作用呢？头摆哈，那个的甘蔗哈，在蔗糖蔗渣的一个出厂
的地方。是。那现在哈，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成人的一个溜滑梯。哦，你该不会是说爬到眼虫拱的最上面，然后这样溜下来吧？哎，然后把溜下来，溜，然后死翘翘，是这样吗？秘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对不对？蒙腾。没有。我们今天这一关就派出我们的老夫子去了。啊，对。好，老师。看嘛，上就溜，好老姨。哎呦，他第一次答应我，他喜欢吃鸡的，也求 Q 呗。好老姨，哎呦，养虫狗。继续走吗？是。阿妹，哎呦，真劲爱对岸高的地方溜下来哦。好的，真劲嘅溜架诶，就算长7、8层溜高，嘛系懂得人行呢。徐老师，老师，你要补充啊！人家两个真见老人家送出去大头针哦，实在很冇礼貌哦。搞游戏当然安全第一，装逼天作爱做好带好，韩国绝对做唔得做冇趣味哦。我们要怎么上去？有个电梯把我们送去，没有，我们要高。走我们这边很特殊的一个猫道，我们在2个锅炉中间会有一个工程的行走的道路，那这个道路简称为猫道。而且要走很特别的猫道，其实那个猫道在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观。你要上去溜滑梯外，你要进入另外一个时空，就是以前糖厂工人他在锅炉间施工的状况。切结束切一下。不用啦，他生死状。他非常坚强，不需要签。不用啊，那保险受益人结果跟朱海军。齐先生，唔就太淡抢落去啦！阿妹哦哟，咱大家来看那是一个速度又拉强呢，俺想跪落去的哟，做得冇搞混么？袖套啊，上面都有很多汗。我想应该是一直冷汗直流，吓得流出来的东西都还留在上面吧。所以你也紧张了是不是？来，有一点。你要不要签？我签好了。好，签。喂，这受益人换我了。我太太跟小孩就是要有人照顾。不是我和海军2个人。爱来嘅hành係愛來，愛上去之前，先來學一下一關嘅學法啦。任務下，客家任務學客法，開始啦，上幾耐啊？加5手指，手機你可來掉10股的文化園區哦。好，該掉這個大鼓，大鼓哦。大鼓，大鼓。溜架是這樣，不用音樂的，有音樂。他們在這個空間裡面，他們會隨時有音樂的緩衝喜悅，對。那呢度還有藝術表演，藝術，有個本身係銅創啊，銅創溜架嘅。溜架誒，架誒就是斜坡啦，斜坡溜斜坡嘅溜架誒，溜架誒，有啲結果呢？5層樓高，5層樓，朋友應該講麼？講果真，你姓高，完全講麼？我講死了。講死咧，講果真，哦，講果真，講果真，嘿，入邊當個銅創啊，條骨當到甘蔗製糖。好睇客家話定講嘅時間來了，3人一步一步嘅行上貓道，一下想必下你負唔出嚟啦。往下看有那个，我有点想上厕所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紧张的关系。所以刚刚那个大哥跟我们讲说，会有忐忑的心情，就是在这里吗？来吧，还有1层走，还有1层，还要再走哦，还要再往上爬。还有1层耶！人变好小哦。人家兩個實在很無聊哦，唔講齊先生笑到幾歡喜嘅。60郎歲嘅老人家打頭陣，大家來到中山鼓勵一下啦。哎呦，怎麼嘅呀？你還好嗎，先生？如果會害怕，就把它尖叫出來，釋放你的壓力，這是一個釋放壓力的好地方啊！來下去咯。抽烟，你讲伸直。我现在有那个僵硬症。我们这边是越瘦的人速度会越快。
这个时候吃这么瘦很后悔的。赶快给我2碗饭！来，我们要准备下去喽。对哦，来3、2、1。救命！我现在要怎么样？我在哪里？朱海军叫那么大声，害得我都害怕起来了。Mountain，这个真的很可怕。他不是躺着哦，好了吗？好，他是用弯腰的。3、2、1。你还好吗？哎，我是谁 ？Hello， 海军。怎么样？哦，怎么样？好像时光旅行哦。是不是？就在活活黑黑当中，33人顺利完成了任务，恭喜过关了。一开始是坐着出发，然后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撑不住了，就是整个随波逐流这样子，好像被大海浪冲到海里面那样，完全无反抗能力。然后眼睛我没有闭起来，所以我眼睛看到的，它可能因为灯光的关系，真的好像那个穿过那个时光隧道那样子。你真的好勇敢哦！怎么说？我闭整层的哎。你被闭整层的，全程都闭着是不是？我闭着，然后我就一直在等，我快要到了没？我会不会撞到？我等下会不会骨折？我脚会不会断掉？我都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。你看观众朋友，你看我多爱惜我自己。哎，可是看到这一期节目啊，看到任务课的观众朋友，一定要跟着我啊，还有海军徐老师的这个脚步来体验看看，真的，值回票价，真的。报告，软腿耶，有点软腿，是不是？对，刺激。里面有拉墙的。啊，有没有变绿啊？拉墙没有，拉墙就是变青绿色。没有。哎，你刚刚怎么可以忍住不叫啊？我有，我怎么没有叫？我叫好大声啊！好高哦！石鼓文创园区，来，我们再来玩一次。溜滑梯，来，高。好，最后奶奶关卡，咁我一定要講嘅嘛，好嚟。係，有冇講？八八溜溜，八八溜溜，八八溜溜，嘿，对，八八溜溜，嘿，八八溜溜，八八溜溜。吴小姐，你要八八溜溜，吃菜懂八又懂溜哦。哎呦，就这4个字，搞得我跟这个海军2个人烧香。他好像再主持1季啊，也不要当什么歌手了，直接当谐星，把 No 哥的缺补上。哎，你现在知道我们主持外景节目很难唱歌唱得好了吧？真的，好吃好玩，然后又刺激，值得一上再上，真的。半年内不要找我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在半年内。讲个玩意儿。对，我只要适合你的刺激的，我就会打电话给你。哎，梦哥，那拜托一下了，我帮忙一下喽。